此后2023年3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是常会考验。圣经咱来听读马太福音第3章13到第4章11节。迄时，耶稣对加利利来约旦河约翰遐，要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要甲伊阻止，讲：我应该对你领受洗礼，你反转来找我。耶稣应讲：咱现在安尼做，才下上帝一切的要求。约翰就同意。耶稣领受洗礼以后，随时对水念起来。忽然天为着伊开，伊看见上帝神亲像粉鸟降落来，歇伫伊身上。佮对天有声讲：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喜意。后来，耶稣互圣神带去旷野，伫遐受魔鬼试探。耶稣禁食40日，后来就枵。试探者我来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命令这石头变做饼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人得我毋拿我靠饼，是我靠对上帝嘴所出逐句话。然后魔鬼带耶稣入去圣殿，互伊徛伫圣殿柱顶上悬的所在，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，因会用手扶你，互你的脚袂磕着石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阁有记载，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魔鬼阁带耶稣上一个真悬的山，将世上万国甲伊的荣华互伊看，对伊讲：你若趴落来拜我，这一切我拢互你。耶稣应讲：撒旦，走啦！圣经有记载，着拜主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然后魔鬼离开耶稣，有天使来甲伊侍候。以上。我是常会考验。迄一日，耶稣行远，甲人行洗礼的约翰面前，对约翰受洗。耶稣对水面出来的时，看见上帝神若亲像粉鸟仔降落来，落伫伊身上，也有对天顶来的声讲：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喜意。作者照着这个宣告，互读者认捌耶稣的身份是上帝所喜爱的囝儿。照理讲，上帝所喜爱的囝儿，应当备受珍惜、他护、随时保护才对。有意思的是，接续落来，上帝所喜爱的这个囡仔耶稣，却随时受到考验。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，禁食40日，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面对魔鬼的3个试探，大先魔鬼爱耶稣命令石头变做饼，来解决肉体枵饿的问题。魔鬼对耶稣讲：既然你是上帝囝，命令这个石头变做饼。魔鬼用耶稣具备上帝的囝身份来试探伊。咱可能会想讲：对啊，既然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囝，甲石头变做饼，应该袂伤难吧？总是耶稣巧妙回答魔鬼：人得我毋拿我靠饼，是我靠对上帝嘴所出的逐句话。接续，魔鬼阁用上帝囝这个身份来试探耶稣，讲：既然你是上帝囝，
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安尼。徛踮圣殿顶悬的耶稣安尼回答：圣经也讲，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按照圣经的应允，上帝捌吩咐天使用手扶调伊的囝儿，互伊的骹袂磕着石头着伤，所以对圣殿厝顶跳落去，这件代志应该真符合圣经的应允，敢毋是嘛？耶稣只要照做，就会当得到上帝保护，阁通吸引人来跟对伊。为什么耶稣却讲这是试探主，万万不可呢？最后，魔鬼带耶稣上关山，让伊展示万国的荣华。魔鬼对耶稣讲：你若拍落来拜我，这一切我拢予你。拥有万国的荣华富贵，敢毋是众人做梦就咧想象的代志。幸福快乐，在享受人生，敢毋是真快意？耶稣却断然拒绝魔鬼的诱惑，讲：撒旦走，圣经有记载，着拜主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敬拜主，通得到甚物好处呢？借着信靠耶稣，基督徒奉赏赐特权，做上帝的儿女，一生追求真道。伫对找我是谁的旅程中，咱会经历不断的考验和试炼，来形塑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。正做上帝的儿女，无代表通操弄上帝赏赐的权柄。正做上帝的儿女，是爱听叹上帝的话语，毋是卖弄能力、追求属性来炫耀这个身份，还是假照圣经的应允来凸显这个身份。拥有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搁较着专一、委身，无受胁迫，还是利诱。默想，面对各种试探的时，我要安怎证明家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呢？面对各种试探的时，我要安怎证明家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伫我的生活中，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试探，求你帮助我会当察觉这个试探，上时阵无落入试探，帮助我伫试探中会紧紧抓牢你话语的应允，清楚家己的身份，无轻易受迷惑离开你的道路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